从来都不知道王晶导演那么了解我的哦。但是你不要相信他了，他其实不是太了解我的，我觉得。单位的人不高兴啊！哇，你干嘛？你有问題啊！你是那麼麻煩啊！我已經被人罵好久啦，已經習慣。我好多時我都唔鬧人，我相信係啲誤會嚟。我唔怕話俾你聽，其實咧，即係揾我拍戲嘅人咧，係由我即係淡出咗幕前開始啊，一路到今日咧都未停過嘅。即係每日咧都係有人咧就希望我咧就想揾我拍戲，揾我演出。即係呢啲人咧係排隊排到法國咁多嘅。咁所以我講一樣嘢咧，其實咧我係要自己喜歡先至做嘅，我唔係為咗錢去做任何嘢嘅。即係呢個係我想講嘅嘢啦。就發現我現在已經是50歲了，有些事情我好像還沒有好好的做過。假如我可以再重來的話，我就不要那麼忙了。娛樂啪啪走，下集更精彩。